手资金老行榜。哇，来到第6位了，祝你66大顺。一个人有好几面，千百条弧线，横冲直撞的交汇，很容易触电。好感激在我们之间，可以怎么看都不讨厌。我成对。于是我在你身旁许下了心愿，用琴弦和黑白键写爱的语言，一起走过了许多年，两条平行线变同心圆。我站在里面，你在身边，不厌倦也不累。原来你的感情线早已和我相重叠，永恒是绝美共同画面，把我们的感情线串成一个情人节，幸福不可再。多謝你繼續收聽第123期 MySR 謝尊流行榜，由我高腳七分分尹慧芬。有個千里眼1號嘅呢個林德榮，正在收聽嘅呢個流行榜咧，已經係嚟到6強位置啦。排第6位嘅就係今期啊，唯一一首保持原位不變嘅歌喎。 2首，仲有1首喺第4位。係咩？我哋開書講2首咩？係啊，好似係喎。我千里眼嚟咁，我點會睇錯啊？叻啦叻啦叻啦！第你一首高個7高得滯，你睇唔到張紙係咪？我老花添。今期第一首保持原位不變嘅歌曲就係張遠之嘅《情人節》。哎喲，好掛住佢啊！佢嚟啦喎，嚟啦喎！哦，我相信咧最開心係邊個咧？佢啲 fans 們啊！係啦。今次張遠之呢就會參與 MyFM 13週年台慶之萬眾一三盛世天下。係啦，咁啊亦都係我哋嘅台慶之星啦。但係提醒啲 fans 啊，今次我哋嘅場地咧係大好多噶吓。係比起之前嘅場地應該大1倍左右啦。我哋所容納嘅呢個人數咧都會多好多，所以你哋嗰啲紙牌咧要整大隻啲，你嗰啲燈牌咧要整光啲。如果唔係睇你唔到啊！如果咧你哋唔介意嘅話，整埋我嗰份啦，整一個分分嘅燈牌咁樣，我都好開心嘅。我驚阿江哥到時整個標波入嚟啊！喺 stadium 裏邊打個標波嗱，分眼啦，標錢揸嘅喎。咁到時候我要點樣喎？我要點做喎？你教我啦。我即刻飛晒啲戲份，你同佢拍拖一齊去睇 show 啊！你兩個睇 show 啊！我哋自己預埋佢 ，OK？ 冇高腳七係唔成事嘅，一定要預埋我玩喎。高腳七佢犀利之處咧，就係佢嘅腳咧可以縮長縮短咁樣啊嘛。我哋分長腳嘅時間，大概係佔咗成場 show 裏邊嘅2個巴仙嘅啫。所以我之前嘅時候，大家要落足眼力。但係都要練咗幾個月噶啦。為咗呢場 show 冇辦法豁出去啦。